秘密语言。台湾的语言实在丰富佮多元，除了各族群的语言，地方的腔口差，无共来源语言，凡世阁有真侪咱拢毋捌听过的语言，有时仔嘛无一定听有，真正是要学袂了。照理，咱的环境多元，人的思想甲语言能力嘛爱多元才对。讲到这，就演去。高雄三林区会业伫玉山山脉甲阿里山山脉中间，南马仙溪的中段山坡地，清国初期号做南马仙。三林是以主要的部落山三林来号名，捌薛之听，到大正9年改做三林，薛庄一场，佮含其他合并做三林庄。1945年战后，佮改做三林村。伫荷兰时期，捌记录邦仔人甲下三社罗凯族、曼达龙社的活动领域。平埔族原住民大武龙族伫2009年的8八风灾后，选起三林的小林、小爱川、甲仙的五里埔，伫因中间目前阁流传一款叫金蕉白仔话的秘密语言。比如我这个单音会变我煞，本字后壁有母加丝，全部结规球。因遐讲像金蕉一把一把钉塔做伙的意思，所以才会讲金蕉白仔话。若外围仔来的人会雄雄沙无因的话，嘛像因独一无二的秘密话。像若要讲迄个人足敖，会变做迄时下世人送足俗敖韶。目前甲仙阿里关大武龙族82岁的老阿嬷讲，金蕉白仔话强要失传，望会当复振大武龙族的文化。其实，伫台湾各行各业，拢有属于因家己的语言，嘛会当讲是因的行话。像讨海人有点鱼仔歌、卖厝空狗仔的、吐水的、做事人，到徛专柜的小姐，拢有因的秘密语言。阮同学是徛专柜的小姐，伫17、8岁仔，伊就教我因专柜的行话有2款：二里话甲龙蛇话，特色甲金蕉白仔话共款，就是无爱互听有因的秘密，搁较侪是咧口说拗客的行为。比如讲，迄对母仔囝足当酸，因会讲：彼里对里母里阿里行里足里当里酸里，就是逐字后壁加里，这较简单。若龙蛇话，就是头一字后壁加龙，一直到最后一字加蛇。照顶面迄句会变做：迄龙对龙母龙阿龙囝龙足龙当龙耍蛇。我上接用的是二里话，随时套用佮简单，到呾犹阁足熟。总是过去的台湾人无戆，语言能力的刺激是关键。伫大脑穿一个仓库坑，一世人拢无可能甲袂记。毋过，现况实在互人烦恼，台湾人的特色拍无去啊！无语言，就无文化，大家爱三思。